各位球友，呢兩日有新消息咧，就話9月份啱啱結束營業嘅深圳高爾夫球會啊，將會改為深高生態體育公園。另外咧，北京萬柳嘅高爾夫球場5月份雖然話關，但係過咗3個月，九洞同練習場又重開啦。呢啲反轉係咪令到有人覺得中國高爾夫一波 N 折呢？成日都有人話咧，中國嘅高爾夫球場本來就少，而家咧有唔少因為整改停業，以後咧就會越嚟越少啦。嗱，但係作為一名資深嘅球友咧，我反而就特別睇好中國高爾夫嘅未來喎。點解？3年實實在在嘅變化，我哋慢慢講啊。嗱，首先咧，呢個運動一定會越嚟越大眾化喎。你睇深高同萬柳啦，話要配合城市規劃，咁而家深高咧就變成體育公園，萬柳又要留9洞同練習場。我睇下深高嘅 ABC 區規劃，話唔定就會變成27洞公眾球場啦。嗱，再嚟睇而家嘅數字高爾夫啦，好似恒泰信嗰啲模擬器、寫字樓啊、社區入邊都可以裝㗎喎。舊年啊，淨係線上打球嘅輪次就有400萬，就快趕上全國戶外球場嘅1/3啦。仲有咧，呢2個月舉辦嘅上海別克 LPGA 啦、深圳觀瀾湖亞美錦標賽呢啲國際大賽啦，普通嘅球友都可以近距離睇高手打球喎，仲邊係以前嗰種只有少數人先玩得起嘅高爾夫啊？以後一定會越嚟越多嘅公眾球場開放啊！嗱，第二咧，我哋嘅球友都越嚟越理性喎。以前就會有人覺得打高爾夫一定要講排場，一定要買嗰啲10幾萬嘅球桿，買球會會籍。而家就唔同啦，大家更加在意嘅就係球場品質正唔正，自己嘅球技有冇精進，身邊嘅球友好唔好玩咁。以後咧就冇人會為咗撐場面而亂花錢噶啦，反而會選擇性價比高嘅球場，適合自己嘅裝備。咁樣一嚟就會更加多人覺得，原來打高爾夫都唔使花咁多錢啫。咁人多咗，高爾夫產業自然就更有活力啦。第三咧，我話高爾夫係最適合社交嘅運動，一定會有人反對啦。嗱，我哋打高爾夫嘅都知，一落場就幾個鐘，唔使刻意揾話題，一路行一路傾，講下最近嘅生活啦、工作上面嘅事，輕鬆又自然。咁有時候同朋友約場球，就比坐喺辦公室開會仲傾得更加深入添。咁就算新認識嘅球友咧，都係因為有共同嘅愛好，好快就可以熟悉起身啦。呢種隨意有深度嘅社交，就比好多刻意嘅飯局舒服得多啦。所以咧就唔好淨係睇到眼前球場嘅整改焦慮喎，整改咧其實係令到呢個行業更加健康，以後既有普通人可以輕鬆入門嘅場地，又有我哋理性消費嘅氛圍，再加上呢種令人舒服嘅社交屬性，同埋國際大賽上邊越嚟越多中國高爾夫職業球員嘅身影，計我話中國高爾夫一定越嚟越好啊！